聖誕讓我哋見證一場突破傳統嘅視覺盛宴詠春，首度以舞劇形式登陸多倫多。功夫與現代舞完美交融，以行水流雲嘅舞蹈演繹詠春經典套路，頂級舞台燈光勾勒出力與美嘅碰撞，傳統民樂與現代配奏擊響心靈節拍。創新以非遺傳統織物香雲紗為舞服，打造跨越時空嘅美學體驗，僅限20場，12月16日起閃耀多倫多舞台。立即登錄 WingChunDanceDrama.com 搶購門票。我覺得你會比較像，對，右邊那個更像一點，好像是右邊那個更像啊。你自己描述法描述的，怎麼畫出那個？那個人起碼比你小10歲。我問他什麼叫法令紋，他說就是笑的時候這兩道溝。我說哦，那有，那很明顯。你怎麼在跟人家講？再見愛人第4季，星期日於城市電視播映。Number One 地產精英 Bondy and Danny Wan 之再見愛人第4季係由 Number One 地產精英 Bondy and Danny Wan 贊助播出。打破公主濾鏡，露出露體真生命。我哋而家開冇鐘啦，然後我哋冇手機啦。出去講呢邊望過去㗎。連續式旅程將 Kona upgrade 做2.0。喺失敗裡面係可學到嘢嘅。一開始可能會有啲唔慣，就算要實都係要一齊，如果唔係呢個團隊合作嘅。Kona 以為去到㗎，11月21號起，星期1至5下午2點3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熒幕八爪魚百足咁多爪，今集首先為大家送上樂隊 Yes 少爺占同何兆基嘅專訪，之後有 Our Star Fashion Show 精彩回顧，再帶大家去多倫多最大嘅動力運動展，仲會欣賞 David Blackwood 嘅畫展。星期日晚7點40分，熒幕八爪魚。